M2 係一款針對室內公共場所嘅智能化巡邏機械人。我哋一齊嚟睇下 M2 有咩功能啦。M2 支持任意地點一鍵導航，用戶可以喺屏幕上輸入地點。很高興為你服務，請跟我來。佢就可以帶用戶到達目標位置。急救室已到達，祝你生活愉快，再見。M2 有自主巡邏功能，平時會喺樓層內自主巡邏，遇到行人時能自動避障，避免發生碰撞。電量不足時會自主返回充電區充電，保證長時間自主巡邏。M2 有煙霧偵測功能，依靠嘅係紅外成像即時監控。一旦偵察到煙霧，會即時向工作人員發送警報。場內範圍內嚴禁燒香燭製品及化寶，請立即熄滅火燭。場地工作人員會好快到。我正在聽。請介紹一下紀念花園。紀念花園面積約3110平方米，設有紀念飛場。M2 通過一鍵導航、自主巡邏、異常報告同迎賓等功能，提高辦事效率同社區安全。